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一場11號賢者威風4歲布文賀賢馬房負126磅6檔，現評分52分，同程最好50分。老豆比力多，贏過一級賽，母系多捷，場地乜都跑得。優勢一，上賽後上好勁，末段衝加3.82全組最快。優勢二，同程入位率勁高，田草1200，近5場入4Q。優勢三，布文加賀賢組合，技練合作贏馬有保證。印優6檔起步怕被困，早段受阻後追就被動，兩大威脅對手。5號星運笑着，上賽後上第三莫雷拉亞陣。9號利高八斗，上賽季軍內檔利田泰安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二場6號大回報4歲仔巴道記黎超星馬房，孭126磅，抽3檔，現評51分，同程佳績評45分。老豆 Divine Profit 一級賽血統，田草1600最啱。優勢一，上仗同班同程贏馬，拉士衝勢勁抽。優勢二，今次抽3檔好位，可以擺前跑主動。優勢三，巴道記慣技術，馬仔細細仲有進步。印優評分升到頂，孭重磅係最大印優。兩大威脅對手。8號奮鬥輝煌，同程中心，放前跟住步速好威脅。9號線路福將，上仗同程亞軍，後勁好強，要小心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三場1號馬超和平3歲騎師梁家俊無偉傑馬房132磅一檔，現時評59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52分。血統亮點阿爸路仍有係頂班短途中馬，場地適應度田草1200跑一場贏一場。三大優勢，上場同程贏得輕鬆，末段加速勁。一檔貼欄可以自己放頭或者安穩跟跑。試閘再跑第一狀態忽到漏油。唯一隱憂，今場比上場重多5磅，可能會影響拉士衝刺力。兩大威脅對手。2號堅先生上場同程受阻未望空田泰安今次上步中。9號幸福約定血統一流，試閘放到反初出即嚟震撼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四場5號勁勇王區4歲何澤堯騎呂健威馬房129磅4檔，現評54分，同程贏過47分。老豆 Nigris 泥草都得，田草1400米證明過。3個優點，上賽同程大勝，末段衝6.01全場最快。4檔內欄好位，騎練夾開有默契。隱憂重咗6磅，兩大威脅對手。3號機械之星同程入位率67%，布文騎。9號日日上莫雷拉操刀3檔內檔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五場嘉英高升5歲騎師潘頓大衛希斯馬房126磅3檔，現時評分係140分，近期同程贏馬評140分。血統特快班車只自線跑短途，田草1200米非常適應。優點一上賽大勝4點以5個馬位。優點二同程19戰3冠2亞。優點3檔位3潘頓好夾。隱憂休息21日體力或受考驗。兩大威脅對手包括2號李健夢境曾經同程得亞軍。3號驕陽明區上賽同程亞軍布文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六場3號馬星月飛雲4歲騎師莫雷拉韋達馬房130磅4檔，現時評74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78分。血統亮點父係遙遠星空，子字係遨遊氣泡，場地適應度田草1200米好啱跑。優勢一上賽末段加2.44衝刺勁。優勢二重配莫雷拉人馬甲。優勢3 4檔起步可以守好位。隱憂左膝手術後負重130磅略重。同場兩大威脅對手如下：4號增強上賽同程跑亞軍，布文壓陣後勁非常凌厲。5號冷蛙同程勝率有60%，潘頓唔放手外檔都難輕視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七場賽前分析10號馬白路金剛4歲麥道朗廖康永馬房
126磅5檔現平107分，同程最佳評分83分，贏率67%。血統阿爸係1級賽冠軍，適應沙田好地。優勢1，有速度又有韌力，上仗同程後勁加 3.25。優勢2，好地特佳。優勢3，試閘輕鬆5檔好位。隱憂跑1600米未必夠長力。兩大威脅對手：4號金鑽貴人，上賽同程大勝，同程入位100%狀態巔峰。5號竹園，上賽同程亞軍，布文騎後勁好犀利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8場，10號有型人5歲艾兆禮5棚至123磅2檔，現平66分近仗，同程贏馬平60分。優勢1，內檔起步可守靚位。優勢2，同程贏過場地性能一流。優勢3，老豆 Perrin Canto 線跑1400。隱憂神操快跳小狀態未必最忽。兩大威脅對手：4號一世美麗，上賽同程亞軍走勢勁。7號超勁赤兔，上賽季軍輕磅有權偷襲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9場，8號馬數字天文，4歲騎師梁家俊羅富全馬房，126磅4檔現時平103分，近期同程佳績平103分。血統亮點：父係1級賽冠軍，母係聖烈治亞軍長途保證，場地適應度極高好地戰場。優勢1，上仗同程之1亞軍，只輸俾浪漫勇士表現唔錯。優勢2，近3次試閘全勝，神操踱步快跳都齊。優勢3，正宗長途血統，狀態連貫體重穩定。隱憂騎師梁家俊，同程勝率偏低得8%，4檔若留住後難追前至馬。兩大威脅對手：2號浪漫勇士，同程5節馬王級數；4號同工之妙，上賽至1冠軍內檔有着數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10場，3號馬安都4歲騎師，為紀力賽約翰馬房132磅8檔，現時平74分近仗，同程佳績平70分血統。老豆遙遠星空仔遨遊氣拋1哩好叻，場地適應，田草1600米入跳率57%三個優點。1. 同程3戰2次入三甲路程啱晒。2. 蔡約翰操馬灑加試閘唔升3，血統有長力冇線贏到1550米。一個隱憂，上場困住冇位走跑第8狀態未算最忽。兩大威脅對手：9號黃金騎士，上場同程僅勝泰勇巔峰；5號開心勇區，同程入 Q 率8成潘頓再騎後勁犀利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6日沙田第11場，11號馬極上沙龍3歲，騎師潘明輝羅富全馬房，115磅4檔現時平85分，近期同程佳績平82分。三個優勢：同程跑2次贏2次，場地適應好好，血統早熟父係蘇醒，半興爆笑贏3場谷草，今次輕磅115內檔有利，跑法靈活可以留可以放。一個隱憂，出過4次賽閘，經驗淺升班對手強，同場兩大威脅。5號時時歡聲，上賽同程亞軍，潘頓騎後上好犀利。12號千帆區，上賽同程大勝，田泰安騎狀態巔峰。